在市府财税局积极推动多元缴税管道之下，台南市109年行动支付缴税大约69000件，比较108年成长105%。统计查至今年3月底，竟比较去年同期成长508%，推动的成果真好。尤其现在缴税管道真多元，除了税额伫3万以下者，会当摕到缴税单到便利商店缴纳以外，另外还有台湾行动支付、Line Pay、BB 照、Easy Pay 等等。现在伫台南更加了悠游卡支付以及橘子支付等等行动支付管道，通好做选择。我们跟悠游卡公司合作的内容当然就是希望说能够带给市民最大的便利。一方面，我们可以用悠游付来缴税，好，那这样子基本上都不用亲自再去这个税捐稽征场所来跑一趟。另外一方面又可以有这个抽奖，而且又可以打折。譬如说你缴1000块的税，你可以拿50块的税，50块回来。那这样子的话，等于说你只是要缴950块的税就好了。那所以说用这样的方式，一方面大家增加缴税的税率的这个缴税的这个便利，还增加我们行政作业的效率。另一方面又可以让民众有这个回馈，我觉得也是创造3赢了哈。那我觉得这部分可以事实上大家都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因为像现在疫情好像大家也蛮紧张的，大家也觉得说有时候去那边人跟人接触比较不便，那利用这个悠游付或用其他工具、其他的这个支付工具来缴税，我们都很欢迎。悠游卡公司为了这次的合作，特别为台南市民加码抽奖，除了有10名悠游付出资金888元，以及100名悠游付出资金88元，甚至还有6支 iPhone 12等等的台南限定好礼。非常荣幸，谢谢黄市长的支持，还有台南市政府的跟我们这样携手来推出悠游付的这个房屋税的一个回馈哈。据我们在那个试点这样谈了一下，应该是市场最杀。好，因为还有黄市长指定的台南人加码回馈，这整个加起来以后，刚刚市府的长官已经跟我说他自己试过了，觉得非常的优惠，已经假后要去到修博了，所以希望大家呢能够趁这次我们做的这个盛大的活动，都不要错过哈。市府财税局提醒市民朋友，若是无收到，也或是放无去税单，会当就近到税务局所属分局，也或是利用多点跨区专功能税务柜台申请补发，买当到超商多媒体事务机列印补单。尤其现在还有侪种行动支付通好缴税，不但便利，而且还有好康回馈，欢迎市民爱多加利用。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